Hello，On Air Power.com 24小時網上電台，我係豆豆東加豆啊，大家好嘛？多謝你哋呢忙裏偷閒啊聽呢個節目啊。今日呢想同大家講啲咩呢？最近呢收到一位網友嘅電郵啊，阿 K， 佢話呢，豆豆小姐，你嚟睇下附件呢有冇興趣同大家分享一下啦？又或者呢，你豆豆小姐又識唔識得晒呢？都幾有趣嘅喎。呢個網友呢，阿 K 啊，幾有教養啊，佢冇叫我做豆豆女士啊。我呢睇咗呢，咦，又真係好快咁樣數唔到落去喎。附件呢嘅文章就係一啲數字單位啊。我哋呢喺啲雜誌封面啊，成日見到啲千萬富豪啊、億萬鑽石男咁啊，去到幾多千億呢，都冇乜人會數落去啦，係嘛？因為呢再數落去呢都冇乜意思啊。不過呢，原來自己呢係數唔到落去啊，唔係自己個銀行戶口入邊啲零唔夠數啊。不過呢個都係事實嚟嘅，加上呢，原來呢好多單位嘅數啊係唔曉嘅，咁所以呢，今日呢同大家一齊又溫習一下啲數字單位嘅小知識啊，喺我哋個腦裏邊呢，習慣性啦，又或者數得最快嘅就係個十百千萬啊、十萬、百萬、千萬、億咁，再之後呢個腦就開始慢少少個節奏啦，兆啊、十兆、百兆、千兆啊，跟住就到經啊、十經、百經咁，再之後呢，發覺呢好多人啊開始數唔到落去咯。好啦，咁我哋就一齊細數單位數啊。經之後呢，就到蓋啊，十蓋、百蓋、千蓋啊，之後就到處啊。嚟到呢度呢，我哋就見到會係幾多個零呢？係有20個零嘅。跟住呢，輪到樣啊，和字邊個樣啊？然後呢，就到溝，十溝、百溝，溝之後呢，就到間水個間啊，然後就到正啊，正字個正，再之後呢，就到載啊，十載、百載咁，尾啦就到極啊，百極、千極㗎嘛，但係呢，未完嘅，未係終極嘅。之後呢，因為佛教呢由印度呢傳入中國，而再增加一啲嘅單位，我哋又一齊數下：恒河沙、十恒河沙、百恒河沙、千恒河沙。恒河沙呢係有52個零啊，跟住就係曾子啊，百曾子、千曾子，然後就到那由他，哪裏個那，理由個由，你個他個他，再之後就係不可思議啦。邊個不，邊個可，邊個議呢？就係不可思議嘅不可思議。最後呢，就係無量大數啊，十無量大數、百無量大數、千無量大數，睇到呢有72個零啊。好，頭先呢講咗一啲數字單位啦，都仲有噶，就係有關小數點啊。小數點都有好多下，十退位名稱依次序呢係咁啊，先有分，跟住厘，之後就毫，繼續數落去嘅呢就係絲、忽、微、纖、沙、塵、埃、渺、莫，然後呢就係模糊、徇徠、須臾、瞬息、彈指，最後4個啦，剎那、錄得、空虛、清靜啊。小數點單位呢就係咁啦。好，唞唞先啊，第一節休息一陣先啊，轉頭翻嚟繼續聽歌啊。好，喺第一節咧，網友阿 K 提供嘅單位列表啊，咁知道咧大家數唔數得晒啊？呢一節咧都係同啲單位有關啊。喺時間上咧，我哋會通用一啲嘅單位啊，但係咧好多時咧，我哋又會講一剎那啦、一念之差、一瞬間啊、彈指之間等等嘅用詞啊。咁究竟呢啲用詞咧係有冇準則嘅呢？係有嘅。呢度講咧，佛教啊梵典僧子律裏邊記載啊，大剎那為之一念啊，20念為之一瞬間，20瞬間等於一彈指啊。咁20彈指咧就係一羅喻，20羅喻就為之一須臾啊。
30歲如就等於一日一夜啦。咁依照上面嘅文字推算啊，一日一夜即係幾多剎那呢？依照頭先講嘅文字推算啊，一日一夜咧就等於30歲如啊，又即係600羅如或者12000嘅彈指。一日一夜咧，亦係等於24萬嘅一瞬間，又或者480萬嘅一剎那。咁依照咧一日咧有86400秒嘅計算方法咧，一剎那或者一念之間咧就係等於0.018秒，一瞬間咧就等於0.36秒，一彈指係有成7.2秒喎。一瞬間咧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嘅時間短啊，但係咧一彈指咧有成7.2秒啊，原來唔係我哋覺得一閃即逝咁嘅。好，講咗啲單位啦，單位咧總離唔開數字啊，好有關係啊，亦有好多數字遊戲啦。以下咧都有一個小玩意啊，睇下大家咧有冇興趣一齊輕鬆下。遊戲名咧叫做 Game 9。9字遊戲啊，先咧將我哋雙手咧攤開10隻手指啊，然後咧一齊背下乘數表啊，9乘1得9啊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將我哋第一隻手指公收起佢，我哋咧會見到剩翻9隻手指啦，到9乘2。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再將第二隻食指再收埋佢啊，而家剩翻呢係8隻手指啊，9乘2等於18，繼續9乘3 27，再將中指收起佢，而家剩翻呢係7隻手指啦，再跟住9乘4 36啊，再將無名指收起佢，剩翻嘅係6隻手指啊，跟住呢如此類推啦，9乘5 45。96 54 97 63咁啊，趣味之處呢，就係每次剩翻嘅手指呢係相等於單位數嘅答案啊，係咪好有趣呢？我呢真係太無聊啦，無聊到玩手指啊！好，前兩節呢講咗啲單位數字咁啊，睇翻原始嘅時候呢，未識得計數啊，未有數字嘅時候呢，人民呢係點樣處理佢哋嘅需要嘅呢？係咁嘅，例如呢，佢哋要計出屋企有幾多隻馬匹咁啦，咁就用一粒石仔對應翻每一匹馬喎。喺屋企打開個石仔袋咧，就見到幾多粒石啊，出邊個田就有幾多隻馬啦，配對方式咁嘅。咁所以呢，當時呢都係一啲一樣多啦，比較多啦，比較少嘅概念啊。例如係石袋裏邊啊冇晒石仔啦，但係咧出邊仲有一匹馬喎，咁呢就係會有一個比較多嘅概念出咗嚟啦。相反，袋裏邊呢仲有一粒石仔啦，但係出邊呢冇晒馬匹啦，咁就意識到呢比較少啦，咁就要查個究竟啦。慢慢呢一啲演變啊，唔係淨係石仔代替啊。例如咧，有個人啊，佢屋企咧有2隻馬匹啦，但係咧手上冇石仔喎，咁咧就會用耳仔一樣多啦，又或者眼睛一樣多咁嚟表達啦。咁所以咧2啊呢個單位啦，2個2件啦，喺一啲地方語言啊，同眼睛咧耳仔個音咧係好有關係嘅噃。除咗眼睛啊、耳朵嚟表達2個呢個單位咧，亦有5呢個數目啊。最容易利用嘅咧就係5隻手指嚟表達啦。如果要6、7、8、9咁咧，就係5加1加2加3咁啦。咁所以咧就係咁有咗5進位嘅出現啦。然後咧就有埋10進位啦。好，唔知道大家咧對於數字啦敏唔敏感啊？視乎情況而定啦，係咪啊？睇下會唔會影響到自己個荷包咁啦。有啲專業人士啊，提議我哋咧培養多啲對數字嘅敏感啊。佢話咧敏感咧可能係好似好抽象咁啊，具體啲咧就係話要喺心裏邊對於數字所反映出嚟嘅真實啊，再根據咧自己嘅經驗咧建立一套評斷嘅標準，然後咧就相應地咁行動啊。
我咁講係咪好似顯得更加抽象啊？算啦，好，今日咧講咗啲單位數字啦，其實咧喺我哋生活嘅四周圍裏邊啊，盡是數字啊，時間嘅運用啦，經濟嘅壓力啊，負擔啊，年齡嘅秘密，身形嘅尺碼，差唔多咧瞓醒嗰刻咧就係數字啊，個鬧鐘啊，就好似而家咁啦。因為咧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多謝你哋咧支持 On Air Power.com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